台南应用科技大学伫研发长指使建制的努力，就任半冬外来协助台日的交流，对去年9月份，甲日本总务省甲山口放送来合作，举办山口县名产的品尝试吃会，对超市的市者学生的交流。到日前透过山口电视主播的视讯，伫校内举办大型的试食会，由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的校长黄宗成、董事长黄基正。邀请校内外的贵宾，包括有商界的义载会成员、学术甲医界的代表参加会中，并且促成校方甲山口放送的签约合作。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山口电视台来签合作合约。那我想签了合约之后呢，希望山口放送把台南应用科大当作自己的台湾基地那除了跟 TVS 合作之外呢，我想我们台南应用科大有很多系所都可以帮忙这个山口电视台在台湾放送节目，推广山口县的农特产品。我们有3个大学社会责任计划，也就是把他们来当国际志工。那有这3个计划带领我们这个20个系的同学到日本去做这个创生计划，来做一些公益。那希望呢也能够跟山口放送合作，把我们台南应用科大在日本的这个国际合作、国际志工计划也给我们山口县的居民知道。研发长表示，会甲山口县的合作，主要去年5月份，山口县议会甲台南市议会缔结姊妹会，伫个产品的试食会中，除了介绍当地的名产，另外还有15种的日本酒，提供贵宾来品尝，并且介绍山口县的观光旅游景点。这个是五重塔，在这个五重塔的附近有一家店它是可以帮你穿日本服的，然后日本的服装穿好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个五重塔前面拍照。这个在台湾是非常受欢迎的。山口县还有其他许多的景点，希望你们大家能够亲自来到山口，亲自体验这个山口的魅力。议会贵宾有海盛航运的董事长洪黄锦、台湾皮革大王杨震、凤基国际机械董事长甲王建章医师一家人。伫个试食会结束进前，山口放送嘛特别做了问卷，所有参与的贵宾嘛拢一直学乐，并且推荐山口县的名产，希望伫个疫情过后会用来实地参访。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